请问你们看打算吗？你什么时候发售呢？请问这位男士是谁？他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哦，来了。哎，你这样行不行啊？不用带保镖啊。今天你就是我保镖啊！快走吧，记者都等着呢。可是你这……放心啊，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今天坐我车吧。走啦。请问一下，这位老师和您什么关系？这位老师和您什么关系呢？请问一下，这个男生和您什么关系？怎么这么多人呢？今天是我新歌 MV 的首发仪式。好的，恭喜你啊！没事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你可是我 MV 的男主角，首发仪式怎么能少了你呢？我那就是过来凑个热闹。等会儿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是我的男主角，你这个热闹凑的可真不小呢。看我这个衣服穿的真的很不习惯的。哪里有不习惯？很帅的。走了。慕容小姐，这位是我的男主角。男主角？是你新 MV 的男主角，还是你人生的男主角啊？斌哥，我们走吧。新歌 MV 首发仪式的现场，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一位。这位呢，就是我新歌 MV 的男主角廖学兵先生。慕容小姐，你二位是真正的情侣吗？啊，不是，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今天是我 MV 的首发会，希望大家可以问一些与 MV 有关的问题。慕容小姐，这次 MV 你会用一位高中的老师，相信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这个我之前已经说过了，廖老师是我见过最好的老师。这次的 MV 不仅是为了我新歌宣传造势，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了解郁金香高中。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这所优秀的私立高中。廖老师，请问一下，你是用什么方法打动了慕容冰雨小姐呢？这个我之前也有说过，是廖老师的热情打动了我。好了，各位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让我们来一起看新歌的 MV 吧。突然叫你来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还没谢谢你呢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知道。以后你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一句话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你说现在这些电视台，也没什么正经的可播的，就播点什么明星八卦呀什么的，真无聊。无风不起浪。哎，一会儿咱们收拾完了，你想去干嘛呀？要不咱们去酒吧吧？
我不想去。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了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一会儿我把廖学斌也叫上。好了，我也画了一天了，我累了，你就饶了我吧，行吗？好，你不去我也不去了啊，我陪你。美女，去哪儿啊？一起吧。谁跟你们一起啊？你们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撒泡尿照照镜子瞧瞧啊？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别呀，车里凉快，上车吧。我告诉你们，要是不想得罪叶小白的话，就赶紧滚。叶小白，要不是他，我也不找你们二位啊。哎，我会走。啊！快跑！我自己会下车。对人民教师要放尊重。二位老师，请吧。来，我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周福元。这位一定是钟芊芊老师，这位是苏老师哈。你们还有完没完啊？这话应该问叶小白吧？我跟他说了很多次了，不要插手郁金香的事儿，可他就是不听。那这么看来，你对他也没那么重要嘛？你放屁！我们是不会放弃郁金香的。你以为你抓了我们，叶小白会放过你吗？那廖学兵呢？你放手！有本事你们来明的呀！这现在就很明啊！来吧，二位老师请。喂，叶小白，仔细听好。小白，小白，周福元，他们两个现在在我这儿，我给你和廖学兵1个小时，自己来啊。对不起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。廖先生，您好，我是博瑞影视的负责人，这位是我们的导演，我们想找您拍一部戏。哦，你搞错了，我不是演员。没错，我们就是找您，我们觉得您非常适合下一部戏的男1号。可是我是老师啊，廖先生。当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觉着我们需要你，你身上有一种狂放不羁的气质，非常吸引我们。我相信您绝对会成为下一届国际影星的，不如我们留个联系方式。什么跟什么呀，乱七八糟的！我再强调一遍，我是老师，老师啊。可是这部 MV，
哦，这个 MV 啊，我是在帮我朋友的忙。哦。廖先生，我跟您坦白吧，其实呢，我们是想找慕容冰雨小姐，可是她的经纪人太难沟通了。我看你们的私交很好，所以想请您帮忙。